来关心，这民众党的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昨是办团结大会，党主席郭文天呢也行卡到亲身来徛台。因那民进党的参选人沈辉煌是提出台北市忠孝桥引道的拆除案，有质疑郭文天讲无交通专业。郭文天是表示，政策唔好简单用词来讲，要老实有做才准算。 参所有参选人把手举起来画加油。民进党党主席、台北市长柯文哲16来到新竹市参加民进党团结大会，强调新竹需要一个会使让城市更加繁荣进步的市长。不管从学历啊、经历呢，还有一个我们看一个人是看他过去的我们现在英文叫 performance 嘛。政党政治是人才培养的竞争啊，那也是，其实我们在培养2年来2年多，民众党成立到现在，我觉得。 他就是我们怎么讲？这个有计划的训练。针对对手民进党市长参选人提出台北市忠孝桥引道拆除案，当初是家己对柯文哲所提出的建议，柯文哲做出回应。那个忠孝桥引道拆除计划，黄大洲当市长时代就已经都设计好了，只是没有人敢去执行嘛。 所以我倒觉得政治的核心是执行力的，重点不在说计划干什么，问题是要做完才算。其实柯文哲市长可以回去问问他最得力的副手珊珊副市长。那珊珊副市长在我宣布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时候，曾经公开称赞说，沈惠虹的专业能力、沟通协调能力以及执行力无人能出戏。 柯文哲甲高虹安是反问沈辉煌，若真正有交通专业，为什么在新竹7党外交通依然是新竹市民上头疼的大问题？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